阵，互咱会当做出正确的决定甲行动。上帝要甲咱同在，圣神要甲传福音的人同在，直到世界落尾。甲大家分享一位信仰前辈的故事，伊是上帝忠心的奴仆，嘛是我的老爸的母会，伊伫屏东南边底卡教会。有一位牧师叫做寇乃旋牧师，伊伫底卡即个所在牧会30冬。咱知影一间教会一个牧师会当牧会30冬，这是真无简单的啊！寇乃旋牧师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去到教会，去到底卡即个所在，会当讲是教会上混乱、物资上欠缺的时阵。但是咱知影过去的教会，毋是亲像安尼3骹步、2骹步就一间。过去可能2、3个乡镇的会友需要组织到一个所在聚会，所以因可能爱行路11点钟、2点钟、3点钟伊才来聚会。所以是以早是安尼咧敬拜，即摆咱可能落雨就袂来教会啊。所以以早是安尼咧敬拜。迄个时代的时阵，看到遮尔侪会友的需要，就咧想讲，是毋是咱会当开拓南边教会，会当开拓新边教会？但是咱知影，你若开拓出去，你教会会友会减少的，啊奉献会减少的，照人的观念是安尼，无毋对，的确会减少。开拓南边教会，开拓新边教会。总是迄个时阵，咱知影农村社会，毋是亲像即马逐个月拢有薪水的。农村社会若无到收成的时阵，敢有法度奉献？可能无够，所以定定2、3个月拢会欠牧师社礼。但是牧师的囡仔爱注册要安怎？牧师就去甲长老借，先借一寡，先付即个注册钱了。等教会有收入、收成了，才慢慢搁互牧师。啊，所以牧师无计较。啊，教会嘛，厝体嘛真旧啊，想要建堂，每一项拢爱开钱，开拓教会2间，啊，搁爱建堂，要安怎？但是因要安尼做无？较早教会足特别了，无钱嘛会做，即马可能有钱无一定要做。较早教会无钱拢要做。你知影迄个时阵信徒的信心伫倒？因为因我靠上帝。咱的经济学甲咱讲，人减少奉献一定减少，但是伫上帝内面，敢会欠缺？后来因真正开拓南边教会，开拓新边教会，会有减少无？无，因搁较努力传福音嘛。因搁较努力传福音，甚至家己礼拜堂搁重新建堂，买一个土地伫即摆的所在，重新起好。底下长老教会，因伫设教130周年的特刊内面记载讲哦，迄个时阵教会对老到少年，大家相知相惜，彼此相疼，亲像一家人。所以咱莫烦恼讲咱即摆无钱无人，咱即摆应该是有钱的啦。人你敢愿意啊？咱其实有钱有人啊，佮较特别，你若开始传福音，人就对对来，人就对外口来。咱头前就夜市啊，咱头前就市场咧。逐工遐尼侪人，这是毋是咱的责任？人伫合场内面，当咱甲人带入来，毋免惊你有欠缺。当咱愿意做，愿意奉献，你愿意参与，愿意做上帝爱你做的工，愿意尽忠伫上帝吩咐你的命令，上帝就大大甲咱祝福。但是基督长老教会有一句经语安尼讲：一代兴，二代盛，三代安怎？无无明，四代你请我无用，5代神明满厝经。我是第5代基督徒，但是我无神明满厝经。这句话甲咱提醒啊，信仰是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啊，无有第2代甲第3代的信仰，信仰拢是第1代。咱莫了准讲咱的老爸也是咱的阿公是长老，咱就会当上天堂，敢有这款代志？凡世即马做者长老、执事的囝，拢无伫教会内面，敢毋是？咱若无认耶稣，耶稣就无认咱。咱过去听过真侪分享，特别台湾早期宣教师的故事、马介的故事，咱嘛知影咱信仰核心价值是啥物？因活出来，因活出来就真做祝福。但是咱爱怎样活出来？咱爱怎样继续传承因的信仰？马拉基书3章16节，咱今日所读的经文讲，迄时敬畏耶和华的人三角讲，耶和华暗耳空咧听。佮有纪念的册写伫伊的面前，
是为着敬畏耶和华、孝念伊名的人。即讲敬畏耶和华的人，三角讲彼此在谈论。敬畏耶和华的人在谈论啥物？敬畏耶和华的人，敢会谈论一寡543的事？哦，你今仔穿甲足水，啊，你头鬃伫对洗度，啊，咱中昼要去食啥？敢会？敬畏耶和华的人在讲啥？因在分享见证，因在分享上帝伫我心中所做的工，因在互相祈祷，因在扶持有需要软弱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会做遮个代志。当咱在做遮个代志的时阵，咱要注意看经文讲啥？上帝讲有纪念的册写伫伊的面前，表示啥物？上帝听讲道比咱更较认真。上帝会做笔记啊，咱无一定会做笔记，是毋是？上帝做笔记啊，记录落来啊。了，当你蒙主恩调的时阵，去到耶稣遐的时阵，耶稣会将咱过去所分享出来迄本摕出来，了，甲你讲哦，某咪姊妹、某咪兄弟，我的后生、我的囝，你做了真好。你过去分享什么见证，什么人听到，哦，伊了后就找求我，就认捌你。你做真水的事，你为什么人祈祷？真正我甲你同工，迄个人得到帮助，得到祝福，这是好的。但是若是上帝摕出迄本你见证的册，结果拢白白，安尼要安怎？你若无认耶稣，耶稣就无认你哦。上帝伫咱当中听咱所分享的，记录你所讲的，上帝甲你同在。路加福音14章14节到15节讲，因三角谈论所有经过拢总的事。因谈论三问的是耶稣本身cùng我，甲因三同行。当门徒在谈论，迄个时阵有2个门徒，因要去到离开耶路撒冷，去到因要去的所在。因伫路里谈论讲，这段时间耶稣基督所做的代志，伊叫我第三日叫我，佮显现互足侪人看的时阵，因咧谈论这个事的时阵，耶稣本身安怎就近因？因咧讲耶稣的时阵，耶稣就近因。伫因的中间，耶稣甲因三同行。32节佫讲，因三角讲路里，伊甲咱讲话开帖圣经时，咱的心减无热吧？咱定定谈论圣经，心中会火热，因为有耶稣甲咱做伙看、做伙读，不断有新的感动会满出来。你若无讲、无分享，你会挡袂掉啦。这就是咧活出信用。伫咱教会内面，咱的团契小组、咱的祈祷会。就是咱分享信仰的时阵，谈论上帝场合。当咱谈论的时阵，上帝就伫遐听、伫遐讲。所以咱的团契聚会，莫阁主题式的，莫阁请人来专讲健康讲座，来做啥物庆生会，敢有上帝话？兄弟姊妹，敢有通分享你的信仰、你的需要？敢有机会通彼此带导？咱来做这个事啦，改变恁的聚会模式，互上帝话伫恁的当中。互你有机会彼此分享见证，互相带导为需要的事，嘛带人来参加咱的团契，互因知影咱的上帝是真个我的主啊！最后要来分享一位我的亲人的故事，就是我的阿嬷林桂秀兰张老娘。咱知影我的阿嬷迄辈人过去工作做辛苦的，因嘛无机会读册，甚至伊是住伫较乡乡的所在，所以伊大汉到伫结婚迄天，伊较看过纸钱，就是进前伊拢敢看过英角啊尔。所以遮尔丧乡的人，无读册。但是伊嫁到我的阿公遐的时阵，屏东那边伫较教会的时阵，伊真认真参加聚会。虽然毋捌字，毋过迄时阵教会有教一种语言叫做啥？白话字、罗马字。啊嘛有一本册白话字的圣经是用罗马字写的。全世界有可能伊敢若看会晓看迄本册尔，但是伊总认真看，祈祷、关心探访会友，有时间就去甲教会、甲当时的妇女团契做伙分享带导，而且伊定定处理。咱知影过去迄个时代转砖头，若啥物人斗出啥物代志，其实大家拢知影的，所以会当去关心的，无论伊敢有信主，而且以早的人拢是探访啥？以早的人毋是探访会友呢，以早咱的信徒拢是探访遐个无道友，毋茫引带伊信主的人啊。所以这才是咱即摆爱做的事啊，毋是一直顾咱家己教会内面啊，你顾教会外口，你顾教会内面伫乱的拢遐个，知影无？了解哦，对。
迄时阵，规个庄头拢拄着遮事。伫家庭内面，迄个时阵，农村社会足辛苦的，每一工爱去做事无，妇女爱去做事无。哎呀，转来搁爱安怎？该煮饭，搁爱洗衫。伊个囝甲伊5个囝甲翁拢困了，伊搁无袂记你讲爱跪伫面床头前，为着伊5个囝甲伊个翁摕命，一个一个祝福祈祷。心中有一个志愿，就是要奉献一个囝互上帝用，后来就是我的老爸。但是伊晚年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中风，身体软弱影响到心灵，减少祈祷。所以有一日早起，迄个时阵伊甲阮做伙住，有一日早起甲阮分享讲吼，有一个穿白衫来到伊面床头前，穿白衫来到伊面床头前，对伊讲哦，查囝，哪会无祈祷啊？爱继续祈祷。查囝，哪会无祈祷啊？爱继续祈祷。上帝嘛咧对你讲。哪会无祈祷啊？哪会无传福音啊？爱继续为我做见证，爱继续祈祷啊！这个时代信徒真认真读圣经、祈祷、追求信仰、做见证、传福音，关心所有百姓。这个时代是甚物款时代？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背家运动时代信徒。相信若无一般信徒这款较无上帝听主的心，对人真实的关心，因的祈祷。我相信背家运动袂成功啊！后来伫70年代，伫政治上发表国事声明，咱的呼吁甲人权宣言，是甚物款的气力，互当时长老教会信徒愿意对抗当时白色恐怖的政府？我相信是因为因对上帝的听，因对人的关心，圣神互因的感动，因读圣经互因的感动啊，因对基督的迫切。所以你莫看轻你每一工灵修祈祷的生活，恭敬听主的心，这拢带领咱参与上帝伫这个时阵所要做的工。但是你若拢无做咧，上帝要怎样用你？你要怎样见耶稣基督的面？所以咱爱做伙来学习，听上帝的心，较无甲上帝相同行，听别人亲像家己，要时常做见证，传福音。爱彼此代祷。当上帝爱咱做工的时，你就会甲上帝相同工，你会当甲上帝相配合。你袂真做甲撒旦相配合的人，破坏教会，破坏大家合一，破坏事工，意见一大堆无法度做。咱爱真做互上帝使用的器具，毋是互撒旦使用的器具。愿上帝使用咱的教会，使用咱的团契，使用咱每一个同工，使用咱每一个愿意服侍的人，无论你的年纪。在这个时代，咱需要全部的人做伙起来，服侍上帝，服侍主，甲上帝相同行。特别咱知影，即摆咱台湾是叫做超高龄的社会，敢毋是？意思是啥物？老人真济无？啊，若要带老人信仰，你是叫恁遮少年的去传福音互因吗？啊，是时代双年应该起来传福音，应该起来做见证。长老教会有上帝足大的恩典。咱有全台湾内面上济人，这个年纪上年年纪上济信徒的教派，就是咱长老教会呢。所以即马是长老教会的时代，你莫看轻你家己，莫想讲我已经退休啊，无你搁活第一工，你就会当为主做见证，出一支喙就会使啊，出一支喙就会使啊！你做见证，你分享信仰，替因祈祷，听身躯边的人。这个时代是咱的时代，是长老教会的时代，所以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祈祷，咱定定来了主的面前来祈祷。虽然咱无这个祈祷的习惯，不过我要鼓励咱，上帝的殿是啥物款的殿？万百姓祈祷的殿啊！所以每一遍你来教会，你就是来祈祷，莫来做礼拜拢感觉私会，感觉带敬拜学的人咧祈祷尔定。你一定要祈祷，啊无你咧浪费你的性命。咱为着家己的信仰来祈祷，为着咱听主的心来祈祷，互咱有听上帝对人真实的关心。较无上帝话，定定迫切祈祷。咱来到主的面前，为着家己的性命，为着你的信仰，为着你的死实的信仰，咱做会出声来祈祷。
主啊，感谢你的恩典，还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知你的话是真实，你的话亲像来剑，切入去阮的肉甲骨髓的中间。你要对阮讲，阮的性命所欠缺是甚物？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当哪来哪听你，哪来哪愿意靠无你，哪来哪愿意遵守你的命令。主帮助阮，揢掉阮内面一切无顺服你的心、背逆的心，帮助阮会当悔改来到你的面前，帮助阮会当带人归向你。主啊，帮助阮，因为阮伫这个世界受着真济的跋倒甲受伤，愿主以亲自来坚固，愿你来医治，愿你来开阔阮的心，愿你来恢复阮甲你的关系。愿主相信你逐时刻拢甲阮同在，拢甲阮同行，互阮进入你的丰盛。互阮学习主你的心意，阮着专心来军队，独独谦卑顺服、敬畏圣洁的心，放伫阮的内面。主，阮需要你，将阮的心交托伫你的圣手。愿主你继续来扶持帮助，互阮每一工享受伫你的平静安稳内面。主啊，将阮的生命献互你，求阮你保守。互阮虽然经历疫情的困难，无论伫阮的工作，无论伫阮的生命、阮的信仰。主啊，拢拄着真大的试探，愿主你亲自来坚固，互阮持守伫你的面前，听主的心，定心伫着起坐，当心来到你的面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回应诗379首，回应诗379首。现在请起立，咱吟全首。我
这请坐。刷只奉献，请奉献的当工准备。现在请起立，咱做伙来唱《我的性命献予你》。咱这时做伙来读谣句、金句，伫酒部下面，咱台语读2解。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该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该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下面是报告，甲着介绍新的朋友。首先，我来介绍新的朋友。咱今仔日有2位姊妹来到咱罗州教会，头一位是潘燕玲姐妹。咱大家请欢迎，伊是东部的中会，长滨教会，好。另外一位是李水柳姊妹，咱伫倒位？咱嘛甲恭喜吼，伊住伫中安街，伊是路过，毋知李姐妹，你敢有伫教会聚会？无晓，来咱邀请因徛起来，咱来唱这个欢迎歌。来，这条歌足久无唱啊，吼！咱请咱这师甲长老，咱去甲，一手，还是拍一招呼。我们在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互咱大家真多机会，互咱自己多机会，还是咱自己多机会，爱互咱自己。上帝会听，互咱大家真多机会，互咱自己多机会。那么欢迎2位姊妹吼，若有闲的时礼拜六来遮组织，咱拜三嘛查经会吼，嘛会当来参与，来请坐。下面是报告，
今仔日是开拓教会奉的主日，咱欢迎北里教会林喜乐牧师来到咱本会来讲道，甲事工的报告。阮伫咧遮还感谢着林喜乐牧师。台北中会开拓中，还佫有足侪吼，尚未自立，还佫有足侪还未自立的教会，为着要互早日独立，诚侪即个会堂吼，教会补助款、事工经费等，兄弟请关心大岛奉献即个支持吼。咱有即个奉献袋啊，吼，咱会当来奉献。第二项是暑假的儿童营平安喜乐，伫咧7月25到26拜六甲礼拜。到即摆时间无够1个月的时间，即摆当展开逐项的事工的准备，教会场地的规划，同工的交通甲协调，敬拜甲团康的即个彩排，教材准备甲着教具的制作，恳请兄弟姊妹关心大岛，奉献支持。第三项。青少年的团契联合短选的音乐营，是伫咧8月22到23，嘛是拜六甲礼拜。地点伫咧宜兰五街的教会，内容体验教育、音乐的分享，甲专讲甲即个郊外的佚佗。兄弟请关心大岛，奉献支持。第四项，家庭的探访，伫咧7月初9暗时8点，伫陈彩虹姊妹的府上。主旨伫咧三民路，咱家己看。第五项，7月10日，拜六早起9点到12点半，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中职初阶的训练，主题是法规甲体制、角色甲职务。地点伫咧大丈岭教会，请中职同工踊跃报名参加。今仔日报名截止。第六项，圣礼典伫咧下礼拜主日7月12。联合礼拜9点举行圣礼典、恭守圣枪、圣餐，信徒请准备备办心出席主的圣餐，甲主同坐岛，而且为2位小会心早信仰甲品行的牧道友行洗礼，报名心灵的洗礼，陈美玲姊妹甲李子纯甲郭美玲，请为因关心大岛。第三小点，东港上午8点半，礼拜后召开小会，小会员请有备心出席。第七项，7月12日嘛是下主日，要举行7月份的即个庆生，咱的寿星拢伫咧周报顶悬，咱请寿星咱家己看。第八项，年度的查销，伫咧7月12日主日礼拜后，本会财务组举行。2020年上半年财务的检查，敬请各单位相关的人员有备即个扫目，甲即个准铺来受检，请配合来办理。第九项，健康的讲座，伫咧7月10日，伫咧7月12，嘛是礼拜下礼拜，早起10点半到12点，高血压的高血脂居家的即个保健，有邀请马街病院刘凤仪护理师来主讲。马街病院台北社区医学中心甲罗州教会合办，欢迎即个会友邀请着亲戚朋友来参加。第10项，健康的即个健康咨询伫咧7月16拜4。上午10点到11点半，有血糖甲即个胆固醇的即个检验，嘛是由着马街病院、台北社区医学中心甲罗州教会合办。双年团契请踊跃参加。其实，这大家拢会使来检查血糖甲即个胆固醇。11项7月19，台语礼拜后10点半，伫咧蔡文珍弟兄的府上举行同心团契7月份的例会，主旨是伫咧光华路，咱同心的即个会友请家己看。第8项，8月初3早起9点到下晡5点30分，乐龄玩家银发族桌游带领人
培训的课程吼，地点伫咧暨南教会，每一个人500块，有挂中昼顿甲现场才收费。每间教会行业是3个人，欢迎团契会长当天踊跃报名参加。13项花语堂防疫的服饰招待人员，7月初5是蔡淑华姐妹甲李雅慧姐妹，7月19是李美丽姐妹甲李美雪姐妹，7月26卢宏仪弟兄甲洪世杰。14项，每礼拜3暗时8点有查经祈祷会，邀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15项，每礼拜四早起10点，上年乐龄的读经班，欢迎上年的团契甲新来的慕道友踊跃参加。16项，每礼拜四暗时8点，欢迎举行家庭礼拜，请叶秀兰长老来报名。17项，会计报告，兄弟家己看。18项，代祷事项，兄弟咱同心家己看。同心来为了这兄弟来祈祷。19项教界消息，今仔日下晡3点，中青教会设教20周年，甲献堂感恩的礼拜，牧师代表教会前往参加。另外后壁3项的补充报告，我伫遮补充。第1项补充报告就是关爱组叶秀兰长老有这个爱餐同工的服饰。咱这个服饰表已经做好啊，会搭伫楼骹。咱也有这个爱心咧，同心来煮爱餐，咱会伫下面来填写你的大名甲你的电话，这个秀兰长老会来统合来分组。第2项，同心团契伫咧礼拜后，就是结束了后，伫咧楼骹1楼要练歌，请同心团契这个兄弟姊妹留步。伫楼骹练歌。另外一个报告，另外一个补充，就是上年团契伫咧顶礼拜也有这个出去郊游，咱要用这个4分钟的时间来观赏着这个上年伫咧外口佚佗的这个影片。我将时间交予咱这个国祥长老，伊要来做这个介绍。你要先切断那个。再切到第五，这是第4。你要切到第5。可以吗？再切，不能切吗？再切到第5。其实迄天出去佚佗日头就炎的大家拢爱行雨伞，流汗流滴爱去行山路。但是遐个风景拢真水。我我有甲姊妹讲，你看这就是阮兜的后花园啊！大家拢知我搬去淡水确实真水的所在有闲大家会当较直去行袂歹。因为趁伊即摆伫咧顶悬我家己加减来讲一下话你骑脚踏车，你知影迄个穿乌的迄个会送无？骑伫后壁真无伤。70几岁由我落去骑沙卡汤步道呢。好啊，来。
下午我们在离就很累，在那边很凉快。因为要注意它有蝉嘛，这凉的哈，它温度在加降到5度。这就是我们能够在教会享受教会的生活。在炮台公园玩呀，还有我们到云门舞集，也到那个海关码头那边也有大树荫，也是很凉快的。这是云门舞集哈，然后就是云门舞集旁边那个莲花池哈，这个是炮台后尾炮台，在云门舞集哈，很漂亮的风景。旁边都有大树荫，都没有照到太阳哦。你看，这里到5点多都没有太阳，这里都快要黄昏的，都很凉快的。那我们还有骑着单车，单车行程，那单车的两边都是有大树荫啊，没有太阳晒到，所以骑单车也比较怕会晒到太阳。所以下一次有机会我们礼拜日下午大家我们全体我们教会的人就可以去那边玩我就骑单车骑单车也是很轻松的，不会很累的。只有罗弟兄他们从泸州骑到那边会很累，我们是在那边骑。这是在那个莫尼尼，最后在莫尼尼餐厅吃的好不好？很好吃的很好。大碗跟碗米拢有够热。这个地方带他们的孩子带领骑单车。这是在里面那里面也感觉很舒适，位置很大，还有200多位。好，我们就介绍这里，谢谢大家，好，谢谢。拄啊，国祥长老有讲一句话伊讲气压几度，减5度所以你伫咧泸州32度，伫淡水几度？27、8度，啊度假胜地大家唔通，大家进来搬来泸州差5度，确实真凉来尾变诗，请起立，咱来唱尾变诗390首，咱吟全首，煞只请牧师为咱祝祷。最花中国，将
愿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同在，时常甲咱伫地，互咱活出主耶稣基督欢呼，直到见主的面。阿门。